于民国76年报道了一则吃素有后扶老妇死而不僵的地方新闻。内容是这样的：瑞芳郡瑞芳镇75岁老太太周玲年终身吃斋，死后24小时全身关节柔软，一般人死后都僵直，而她却松动如常，死而不僵的情形令人称奇。家住瑞芳镇逢甲路的周老太太信奉一贯道，从小就吃斋，直到撒手人寰，体质似和一般人不同。日前周老太太病逝医院，允回家中24小时才入殓，没想到她的肌肉关节仍松软如常，并未僵硬，就如同睡着一般。据一贯道导青田金春说，这可能是周老太太已得道，就像高僧圆寂火化后有舍利子。曾担任法医的省立台北医院一名外科医师说，一般人死后4小时出现尸斑，正当的温度下，1个小时关节开始僵